郭艷明，財進群英會。好啦，咁坐喺我身邊嘅咧就有陳茂波，佢本身係呢個法援局嘅主席啦，亦都係會計師公會嘅前會長。咁正話講起咧，就係佢其實初畢咗業出嚟咧，都已經好順利噶啦，叫做揾到啲差事都唔錯啊嚇。咁去到都好感恩啊嚇。係啦，建造業訓練局嗰啲 grade 去到我諗分分鐘以1980幾年嚟講咧，都怕且去到幾十萬年薪噶啦，係嘛？幾十萬年薪係，我後來就轉咗去間上市公司。咁啊，到88年我離開嘅時候，年薪大概50萬到啦。哇！即係half a mil嘅錢喎，咁但係竟然你喺88年啱啱金融風暴後啦，股市樓市咧，即係都沉寂得好緊要嘅時候咧，你係放棄呢啲工喎，即係我又覺得有啲奇怪喎。因為嗰陣時咧，我做緊嗰間上市公司咧，我就覺得公司老闆對於香港前景睇得唔好，所以咧就唔係一個發展嘅方向嚟嘅。咁嘅時候咧，變咗自己從個前途度諗咧，就有所掣肘嘅。咁嗰陣時諗下，不如我做一啲嘢，嗰啲嘢可以自己掌握到自己嘅命運嘅嚇。咁啊，做專業人士，錢又冇乜幾多，咁你話可以做啲咩咧？咁最容易就係自立門戶出嚟自己執業啦。但係都有 risk 㗎，都有風險㗎。有㗎，嗰陣時同太太商量下，冇所謂啦，後生試下啦。咁咧佢俾定心丸我，咁我就無後顧之憂衝出嚟。咁啊，初想出嚟執業咧，仲要捱翻30個月先攞到個執業會計師牌。咁你個收入咪縮咗水咯？即係比起打工縮咗水。我去間會計師樓由頭嚟過啊嘛。嚇！但係你唔介意，因為你 for long 即係 for 將來，你覺得呢一步係值得行嘅。冇錯啦，同埋亦都望翻轉頭又好感恩。我去到第3年度咧，其實就已經賺到100萬一年啦。哦。咁嗰陣時咧，個環境咧雖然麻麻地，但係咧其實嗰陣時好多人移民啊。尤其是專業界別，好少傻仔好似我嗰陣時咁咧，仲行出嚟唔移民，仲自己開檔嚇。咁啊，所以亦都睇翻轉頭咧，有個空間喺度發展。咁你係收咗人哋嗰啲唔做嗰啲生意啊，威咗自己啦。啊，嗰陣時好好笑㗎，即係當然你去做業務開拓啦，但係其實你打開門口咧，就有人嚟揾你㗎啦嚇，啲朋友會介紹客俾你啊咁。咁講真咧，其實你主修呢個公管啊，後來又專攻會計咧，都係一啲就揾到食嘅行業啦，所謂嚇。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咁照計就，即係上咗軌道啦，樣樣嘢有所改善啦，無論物質啊、收入啊咁。咁我就見你 spare 唔少時間咧，就去投入一啲公共嘅工作。咁嗰陣時你其實都忙㗎，係咪？即係咁，但係點解你會將自己個心都可以分義用呢？嗰陣時個心就好單純嘅啫，即係我最初參與專業服務咧，就講緊86年啦。咁嗰陣時咧就有個專業學會叫特許秘書，咁我喺嗰個委員會度幫手，就帶下啲學生哥，同佢哋分享下經驗啊咁。同埋之前咧，我就喺間上市公司做嘅時候咧，我就跑過內地。跑過內地咧，當年覺得咧就內地講句難聽啲咧，烏煙瘴氣，即係唔係做生意嘅地方嚟嘅。咁咧就同老闆商量咗，咁啊唔去做生意啦。咁但係我就轉咗咧，就去咗教書。即係耐不耐我就會入去同佢哋講下課啊，講下學啊咁。即係從呢啲地方咧，就好有滿足感嘅。一來就幫到佢哋啦，二來咧就喺個過程裏面亦都見證到佢哋嘅進步啦。咁但係咧嗱，好坦白講啊，都係屬於一啲細嘅窄嘅範圍嘅嘢嘅活動啦。咁其實你自己喺對譬如公共理財啊，嗱你即係將公司盤數放大就係政府盤數啦，我當係咁樣先啦。即係公共理財啊呢啲概念裏邊咧，你又有冇input到你一啲諗法咧？香港嘅稅制好多人都批評咗好多年，香港嘅公司法好多人都批評咗好多年，有啲人又話唔改啊、落後啊，咁甚至乎有一啲智庫組織咧，佢都提出咗一啲幾革新性嘅建議啦嚇，即係譬如喺稅制嗰方面啦，喺上市條例啊、公司法，對於呢啲比較擴大咗個範圍咧，你又有冇你自己嘅睇法？有，我其實有好大參與嘅，就喺會計師公會咧，我曾經就做過稅務委員會主席。咁啊嗰陣時咧，我哋咧就俾財政司司長咧，每年咧我哋都俾好詳細嘅建議，都要求見過佢啊。嗰陣時就唐英年司長啦，同佢解釋我哋點睇個稅制。咁咧而家譬如早嗰排智經咪出過個報告嘅，咁裏邊有好多建議咧，其實同我哋以前提嘅一樣嘅。譬如話
將香港發展為一個區域平台，俾啲稅務優惠，吸引多啲公司嚟呢度設立地區總部。譬如話啲公司呢，我哋應該容許佢呢將集團裡面唔同公司嘅利潤同虧損抵扣咗之後先扣稅咁。譬如話，我哋建議佢應該咧鼓勵香港嘅科研開支咧，就俾啲科研開支咧扣稅扣多啲，即係鼓勵性啲。鼓勵性啲嚇，咁好多方面其實我哋有參與嘅。對 SME 你哋都好似有一啲會計上嘅建議係咪？係啊 ，SME 嗰邊咧就因為即係中小企。因為中小企咧，當年我就見到香港朝國際會計準則趨同，對 SME 嚟講咧就大件事，因為咧嗰本準則係2000幾頁，編出嚟嘅財務報表好厚，但係裏邊有好多資料其實唔相關嘅，所以就好努力咧就幫中小企咧就出咗一套以歷史成本法為基礎嘅一個會計準則，成本嘢70零頁嘅啫，不過都搞幾年喎。係啊，因為中間咧就專業技術唔難搞，但係咧你要稅務局、要銀行同埋咧要業界裏面方方面面都認同咧，嗰個政治工作就好大啦。即係呢煲雞湯都燉得好辛苦啊！lobby 都好辛苦㗎嚇，不過亦都好開心咧。05年出咗之後，啲人而家用咗2年咧就好正面嘅。嗱，講起稅咧，其實我又見你有啲比較獨特嘅睇法，咁就有多人就話啊，香港為咗增強個競爭力咧，就應該將個稅再減低。咁譬如好似呢一個公司嘅利得稅咧，就去翻15%，即係由而家16.5咁。咁另外就薪俸稅就盡量即係將佢減輕，希望啲中產人士個負擔咧係減低，因為之前咧都大家都共度時間過咁。但係我又見你咧有啲説法咧，就係話你都唔係好贊成政府咧，因為多盈餘咧而 cut 呢一啲永久性嘅稅，即係呢啲係經常性嘅收入。會唔會係唔討好咧？如果你咁樣講，我就實話實說嚇。嗱，我就覺得咧，對中產咧，譬如個邊際稅率降低啊，稅階擴闊咧，就好應該嘅。但係利得稅再減1個百分點，同埋高薪人士嘅標準稅率再減1個百分點咧，我覺得呢個未係時候。嗱，一來咧就香港個稅率同個稅制咧有一定嘅競爭力嘅。你諗下啲高薪打工仔，你全世界去到邊度有咁好收入，個稅咁低，又唔需要俾資本增值稅。而家飲靚紅酒都話免咗你個入口稅噶嘛，係咪？但係同時間咧，我哋社會裏面咧有百幾萬人咧，好辛苦嘅，個貧富懸殊好犀利嘅。咁如果唔減嗰2橛稅，攞翻啲錢出嚟去做多啲扶貧嘅工作，幫一啲弱勢社群咧，我覺得嗰個仲值得。咁其實即係貧富懸殊呢樣嘢喺香港究竟係咪好嚴重咧？雖然冇一個即係絕對嘅客觀標準衡量啊，咁但係有一樣嘢擺喺面前非常之明顯咧，就係啲物價冇錯升得好犀利啦。咁對於衣食住行呢啲咧，其實個負擔咧已經係比政府官方公布嘅通脹率咧係大大超出㗎啦。你去茶餐廳、去呢個快餐店咧，好感覺到啊，好感覺到嘅，好犀利。係啦，咁即係冇10蚊碗麵啊，1蚊隻雞嗰啲啦，同埋加親都10% 以上咁。係啊，咁如果係咁樣講咧，即係你就反而係希望政府留多啲彈藥咧，係去應付一啲即係低下階層咧嗰啲正常日常嘅需要。同埋亦都可以抌啲錢落去咧，幫啲基層市民啲細路仔，譬如暑假搞多啲活動俾佢啊，搞多一啲戶外嘅嘢啊，花錢唔係好多，但係對於嗰班細路嚟講好緊要。因為今時今日咧，如果要好似我哋以前咁由基層打上嚟咧，難咗好多㗎。咁係需要幫手嘅。係，咁所以咧有條件納稅嘅人，不妨都俾多少少嚟，即係令到政府咧喺呢個用度嗰方面咧係即係強啲嘅。冇錯。財進群英會。